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一下又到我们运动的时间呢。我是江秀菊老师，我做数少一篇是许继文老师，有数一篇是沈芳如老师。分享大家听到我哋来运动，一下爱作为关节的放松操，是数的部分，好，数的部分，一下听到我哋看下做哦。好，两只手站起来，好，要做数字的运动，好，数字3入来，3入来，打开来，5入来，打开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做下运动的时间呢，我记得稍微有一点点的用力，哈，你关节才可以运动到，肌肉才会慢慢的比较有力，哈。数字呢，还压入来，打开来，压入来，打开来，压入来，打开来，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尼数字的运动呢，每一天讲对那边当做，同人聊天干哈，我都看电视干哈就可以做哈，随时随地就可以做，做的呢一数字就印了印灵活哈，记得咯哈，随时随地有闲的时间你就可以多做。好，接下来做那个一个数字的运动，好，做数站起来，好，用有数的数字，要虎口，比方说要做数的数字蛋糕，好，将要数字轻下来，慢慢的轻下来，好，反向的运动，好，轻下来的时间呢，慢慢的硬轻，要数完就会这样来到，好，有运动头，好。轻的以后呢，我们停留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大拇哥，头到大拇哥哈，大拇哥冇撞到，一下同样单独的做大拇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按有数，用做数的数字，哈，用到也有数的数字蛋糕，慢慢的将数字轻下来，莫按夹哦，哈，莫按夹哦，莫按急哦，哈，慢慢的撞，记得撞家下呢，肩头哈，要么卡得过，尼太紧张的，不用松来。肩头不用松来哈，慢慢的凹入来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弯大拇哥，好，同样慢慢的凹入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做数做介多，伸出来哈，用有数，好，将要做数的数字慢慢的凹入来，轻下来，好，慢慢的，有一点点紧，又唔会痛，你就可以了哈。肩头不用下来，不用松来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弯大拇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弯右数，好，做数来
名单的优数的数字，慢慢的凹入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大拇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按做数字老数完的运通，哈。好，按先做数的，数起来，哈。数张呢向一片，那做运通的数字，一张一张的数字呢，慢慢的凹入来，哈。小拇指、无名指、中指、食指、大拇哥扣进来，扣进来以后呢，好数完单入来，凹入来，将凹出去。好，对小拇指打开来，无名指打开来，中指打开来，食指打开来，大拇哥打开来。好，再回来，再转，用手腕转回来，转过来。好，再一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手腕带出去，转一个圈，带出去。1、2、3、4、5。再一次，转入来，小拇指、无名指、中指、食指、大拇指转。好，改到1、2、3、4、5，转出去，打开来，3、4、5。好，玩优数，同样好，同样小拇指，1、2、3、4、5，转出去，1、2、3、4、5。改到1、2、3、4、5，打开来1、2、3、4、5，再一次1、2、3、4、5，打开来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要两招数空下来哈，靠拢，两只手靠拢。好，两个手，小拇指、无名指。空下转入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空下往由里面往外打开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。再一次，1，扣进来，打开来，扣进来，打开来。扣进来，打开来，好，扣进来，打开来。你就看，数字数腕就不断的印挺同就会变动灵活。尤其呢，印来印到细了以后呢，有时候感觉数字硬高高的，数腕无力较接的挺同，数就会越来越灵活好。也还扣指旋腕的活动，扣指旋腕，手腕转旋腕的活动。好，说好了，右手卡起来，后头后摆，做数呢，数掌、数把掌，板凳也数掌，右手的数掌你看。好，板凳以后呢，也数强强的表也摆弄也中间也地方。用做数的数把掌呢，将右手的数掌呢，慢慢的往后往下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变上来变上来，然后弯，做数卡起来。转入来，同样用右手的数把掌呢，变到左手的数掌地方，同样后摆，变中间地方，用右手的数把掌，将左手的数掌呢往下
往下往后压，好，啊，你看到，你看人家归脏压片呢，肌肉淋巴都会有拉到，好，好，停留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放下來。好，也係手掌嘅運動，安尼做幾多？安尼右手、左手做幾多以後呢？也得緊咧，一兩片咧，手臂啦，也身體也緊咧，就會有運動，有拉到。好，一下安尼做放鬆一下，這個手肘放鬆，對人的面前，哈，擺過來擺過去。放鬆一下，頭都來有較狠一點的，一下就稍微擺一下。好，手往外打開來，吐氣。好，吸氣，吐氣。好，我們休息一下。